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5年2月1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71篇第1节到第6节，历代志下卷36章11节到21节，约翰福音第1章43节到51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更大的事。一个谦卑顺服上帝的人将会看到上帝更大的作为。每个基督徒只要愿意回应上帝呼召，并且与上帝同行的，都能够如此。这是耶稣告诉拿但业的应许，只是因为他单纯的相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在谈论过领受圣灵，我们知道领受圣灵的人才能拥有永生的生命。那同样的，受圣灵呼召的人，跟随主旨意的人，就必要看见更大的事。相反的，不谦卑、不与主同行、不追求公义的人，就会失去上帝的保守。历代志下卷36章11节到21节记载了西底家王就是如此。他不但看不到更大的事，在他在位的期间就要面对巴比伦的攻击。圣经记载说，西底家21岁的时候做犹大王，在耶路撒冷统治了11年。他做了上主他的上帝看为邪恶的事，没有谦卑听从耶利米先知所传达上主的话。尼布甲尼撒王曾经强迫西底家奉上帝的名发誓忠心于他，但是西底家完全背叛了他。西底家顽固不肯悔改，不转向上主以色列的上帝。除此之外，犹大的领袖们、祭司和人民仿效他们周围的民族去拜偶像，犯了大罪，污秽了上主分别为圣的圣殿。上主他们祖先的上帝不断地派遣先知警告他的子民，因为他仍珍惜他的子民和圣殿，他们却讥笑上帝的使者，不理上帝的话，嘲笑他的先知。到最后，上主对他的子民大发烈怒，以至于他无法逃脱。上主差巴比伦王来攻打他们，甚至在圣殿里杀死犹大人的年轻人。巴比伦王对谁都没有怜悯，无论男女老幼，他都不怜悯。上帝把他们都交在他的手里。巴比伦王洗劫圣殿、圣殿宝库，以及王和他臣仆的财宝，把所有东西都带到巴比伦去。他烧毁了圣殿和宫殿，以及里面的财宝，又摧毁了城墙。他把劫后余生的人都带到了巴比伦，强迫他们在那里做奴隶，伺候他和他的后代，一直到波斯帝国兴起。上主借着耶利米先知所预言的这块土地要荒凉70年，为要补足那没有被遵守的安息年，这话实现了。耶稣基督他要前往这个加利利的时候呢，遇到了腓力，就呼召他说，来跟随我。腓力不但决定跟随主耶稣基督，他还去跟他的好朋友拿但业分享他已经遇到了那个摩西律法以及先知所预言的那救主。
约翰福音第1章43节到51节记载，过了一天，耶稣决定到加利利省去。他找到腓利，对他说：“来跟从我。”腓利是伯赛大人，跟安德烈和彼得是同乡。腓利找到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书上写和先知们所记载的那一位，我们已经找到了。他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就问：“拿撒勒会出什么好的吗？”腓利就说：“你来看吧。”当耶稣看见拿但业向他走过来，就说：“看，他是个实实在在的以色列人，心里毫无诡诈。”拿但业问他说：“你怎么认识我？”耶稣回答：“当你在无花果树下，腓利还没有招呼你，我已经看见你了。”拿但业说：“老师，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君王。”耶稣说：“因为我告诉你，我看见你在无花果树下，你就信了吗？你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对他们说：“我郑重地告诉你们，你们要看见天敞开，上帝的天使在人子身上上下往来。”在对话当中，耶稣基督告诉拿但业，他将要看见更大的事，就是看见天敞开，有天使在耶稣基督身上上下忙碌。我们呢，现代的基督徒，三峡教会的兄姐们，我们会看到什么更大的事呢？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上帝透过各地的各教会，透过兄姐们对我们的关心、带到、奉献与支持，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看见上帝为我们预备更大的事了。诗篇71篇第1节到第6节：上主啊，我向你寻求庇护，求你使我永不失败。你是公义的，求你帮助我，搭救我。求你垂听我的祈求，拯救我。求你做我稳妥的避难所，做保护我的巩固堡垒。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我的堡垒。我的上帝啊，救我脱离作恶的人，使我摆脱凶暴邪恶者的势力。至高的上帝，你就是我的希望。我从年幼就信赖你，我一生都倚靠你。我一出母胎，你就保护我。我要始终颂赞你。谢谢天父，感谢主，为我们预备更多更大的事，让我们时时刻刻能够经历你的恩典。我们决志要谦卑顺服，跟随你的脚中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